师，各位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姐姐大家晚安。领任晚安。今日咱的人才教育换名是叫做积极小参办花心疗愈。当然，伫这个影片的介绍当中，咱这个范胜杰范讲师，当然伊甲咱教足一个方法啦。最主要伊今仔日说，不管是积极参办，还是迄个花心疗愈，无非就是咧甲咱讲度人，办到的最终目标，就是爱度人。所以甲咱提供了真侪的方法啦，嘛，互咱伫即个小办到的过程当中咱你会记发觉讲，真正伫即个办道的过程当中，无非就是度人，搁再度人而已啦。因为咱要办道，你若无度人，就无法度去做一件工作。所以，不管是咱前人还是咱领导师，拢咧甲咱鼓励，就是讲，咱一定爱度人，搁再度人。是咱的第一目标啦。虽然讲有当时咱毋是伫即个修办道的过程当中，当然毋是讲就爱一直为着度人而度人，但是嘛是爱为着度人而度人。所以伫即个小办道当中，咱嘛拢知影讲，众生，你是众生的贵人啊。因为你若无去度众生来求道，众生伊就无法度去入去。所以咱时常咧讲，迄个众生因你而得救嘛，你因众生而成就嘛。所以伫即个小办道的过程当中，当然伊甲咱教了真侪度人的方法。度人的方法，伊敢有甲咱讲，迄个100%有成功的方法？绝对无嘛，无100%会当成功的方法，但是伊有甲咱讲上贴切的讲，第一，就是度人上好的方法，第一就是爱家访，家访，当然这咱伫咱的单位当中，家访拢嘛是排离即个第一目标咧做。既然就先有闲，还是搁一个闲闲要来度人，你无法度去踏出讲，我要来甘心内咧想，但是你无实际去行动的话，你就是爱想，较早讲你爱求救兵，请领人，请天然师，请咱各位前贤帮你去，这就是咱伫咧修办道的过程当中，你爱找出你的方法。虽然有当时咱足想要去度人，但是咱毋知影，就像咱咧讲，咱足想要去度人，但是我就毋知影要怎讲。咱袂当像咱较早迄个马家基电影师讲讲，伊咧度人拢无咧讲道理，伊参与熟悉，就参与交换名片的时阵，就甲问讲，你求到了没有？讲，伊也讲没有求到，没有求到，讲我一贯道的，我是道亲，你求到啊未？未，我当时有要办道，你来求道。所以有当时讲，这个度人的方法当然是因人而异，没有绝对都100%成功的，但是方法是人想出来的。有当时咱咧度人的过程当中，咱嘛去拄着讲人，较早人爱讲迄个咱毛祖师要来度梁武帝，因为度梁武帝无伊可以度着成功嘛。所以有当时无毋对，咱有度人的过程当中，咱有先去设定目标，亲像伊讲，咱爱有一个目标，较有一个方向嘛。今仔日咱要去访亲嘛，是爱有一个
目标有一个方向。啊，有当时啊无一定讲，咱要去度的迄个度对，或者伊度着伊的朋友，还是伊的啥物人嘛，无一定啊。哦，所以伫即个渡人的过程当中，当然伊嘛甲咱教诚济方法。哦，啊，你渡人的过程当中，当然第一就是有哪爱食联络啦。啊，所以伊讲，除了家访以外，就是要打电话。就是要打电话。当然有当时啊，咱即马会较方便，拢是伫赖主群咧，但是有当时啊，咱会感觉讲，虽然讲赖主群真方便，但是咱会搁感觉敢若较无有人情味一个。哦，虽然伫赖主群大家咧讲聊天啦，还是交代代志会使，但是咱若要联络感情，我是感觉讲，有当时啊，咱电话也会卡一个，有当时啊，迄个效果嘛可能会较好啦。哦，所以当然搁牵涉是讲，咱有当时啊，度着人来，但是咱拢有当时啊，无搁去家己进一步要甲安怎宣传，所以伫即个宣传的过程当中，有当时啊，咱嘛会拄着讲，度着人称呼无看啊，会当用敲电话啥物联络来一下。有当时啊，无一定讲，我着礼拜有课位班啊，你敢有闲来入班？所以若讲有当时啊，咱会去感觉讲，为了入班而联络，即款的感情呢，较淡薄一。啊，咱若伫即个平常日常生活当中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当去参与去多接近嘛，多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嘛，就亲像讲，伫咧度人的过程当中，如果若拄着讲我无时间，还是甲咱拒绝的话，当时啊，咱会感觉讲，第二届要遇到会较歹势，还是较有迄个恐惧感的。我去度几落届伊也拢无要接受就对。但是伊甲咱讲，渡人就是要永不放弃嘛。咱听咱的前辈者也是甲我讲过，有的人度一冬两冬嘛，搁咧度，甚至甲我讲度一个10冬的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伫这渡人的过程当中，咱会拢会即个度一届、两届、三届，就甲放弃。这是对咱的一个损失啦，所以呢，伫这当然咱伫即个斗场的当中，当然咱嘛是要有一个目标啦。即个目标就是讲咱要有迄个愿力。当然咱迄个愿力的话，有当时啊，咱会去感觉讲，你对家己今年的目标，你有发啥物愿无？就亲像讲，你无需要发作济，但是你若讲我今年要度一个，要成就一个，你有照安尼来做。当然有当时啊，我嘛是咧感受着讲，其实咱的品质，还是咱咧度人的方法，为什物咱拢无法度去提升？有当时啊，咱有当时啊，毋知咱有咧注意无？就是讲，咱的德亲，好像到现在对渡人的意愿，敢若较无遐积极啊。就爱有讲，咱两是8点倒较要来冲，有当时啊冲搁无法度达到迄个目标。是毋是咱身为一个人才，对咱渡人即件代志没有很重视，无足重视，还是对家己无有一个目标？我就是感觉讲，其实咱身为人才就亲像拄啊，即个范讲师咧甲你讲讲，
反的最终目标就是渡人。有当时咱会去甲参考，其实这是互我咧想的啊。其实有当时伫即个咱的道场当中，身为一个人才哦，有当时伊不然当无大人，伊嘛无感觉讲这是正常，伊嘛无感觉这是无正常。毋知咱各位先生有去感受？一个人才，伊不然人无大人，那安尼，伊对修办道即件代志，敢有看到足重要？我是感觉讲，如果咱若伫即个修办道过程当中，你对自己在修办当中很看重这一件事情的，其实咱的办道一定会搁较有帮助。所以你也看有当时讲，其实伫咱爱上单位，其实大人诶，迄几大人诶，其实差不多拢一堆诶，真正哦。但是没有渡人的嘛是冤财，没有渡人。所以有当时咱会去感受讲，咱每一单的生存员到底有为家己立下一个目标没有？立下目标，你有没有很实在在执行？所以呢，对迄个幻讲师来讲，千万个理念嘛，不如一个实践。虽然讲咱伫即个修办的过程当中，每年拢有了新春湾，好像很好看，但是就是缺少一个实践。你讲有千万个理念，讲你家己想的想要足完美，但是你无踏出去，无做出来的话，好像效果好像等于是零。这嘛是拢互我家己自我勉励啦。想咱若有定下了一个目标，是毋是会当伫即个实践的过程当中，家己做好势，家己做好。那安尼话，咱较袂去误会着讲，伫即个三者在海保中，咱有迄个因缘，伫即个人生，咱有即个因缘来即个参与即个修办的即个行列，这是上重要的。所以当然，咱伫即个导人的过程当中，咱嘛毋免惊失败啦，咱对即个幻讲师讲义内底，其实让互我感觉我看过伊写较真就对啦，伊个导人就对啦。但伊本身讲导超过5000，毋知有影无啦人就是安尼写，当然伊即个幻讲师，伊有敢若伊互我知，伊有经过一段足大的，毋知是车祸还是病痛啦，很大的难关。要去互咱济公老师甲带迄个游天国院办。所以伊对修办的过程当中，会当讲是诚决心。对大人嘛足认真的就对啦，足认真的就对。所以伊今仔日甲咱讲的，无非嘛是咧甲咱讲，其实修办道最终的目的嘛是爱大人，搁再大人。迄是办道，修道当然是咱修咱家己讲，迄个改变脾气毛病，这嘛是拢咱常咧讲的。但是伊甲咱讲，咱一日过，一月过，一年过，咱有进步无？最重要讲，咱有进步无？咱有改无？我是感觉，如果咱若讲拢参去年共款的话，伊表示咱一年当中叫路几条去无进步嘛，无进步嘛，所以呢，当然，伫这个修办的过程当中，咱就是要安怎改变家己。
免怎去创造家己。当然，伫即个做人的过程当中，咱要安怎去想尽办法，要来度人。所以来讲，度人无有100%成功的法，但是方法是咱人去想出来，咱人去想出来。所以呢，伫即个修办道的过程当中呢，真正甲咱看讲，理念如果对了，咱就行一世人拢退转。理念错了，走一阵子而已啦，走一阵子。所以伫即个修办道的过程当中，当然咱的力量一定爱增加，但是咱的力量有正确无正确，咱若无来参与法会啦，咱嘛无来参与办厝就对啦。有当时啊，你家己的理念毋对去，你搁以为讲，我安尼就是对的。其实我是感觉讲，咱身为一个青口以上的人才，如果若无来参办，那安尼当然伫即个生活过程当中，如果若有真侪袂拄啊好诶，袂拄啊好诶过程当中，伊甲咱讲，你要安怎懂得运用你的时间，很重要啊。你要互时间做主人，还是时间做你的主人？是你家己咧掌控的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身为一个人才的话，咱若无要来有办厝，无要来参与的话，有当时啊，咱迄个力量毋对去啊，你搁当作讲理直气壮。这是互以即课的小花心得报告出来，请咱注意这堂课。当然，互报的是互的成绩，不代表是正确啦当然，而且咱电视主编咱各位专业主编，咱最后差不多剩10分钟，咱麻烦咱电视来做一个班的结语大众平时。